Hello，大家好，我係華仔，今日同大家帶嚟一款頂配嘅手錶。呢個手錶有咩特別嘅呢？我可以講佢係目前華強北最靚嘅插卡手錶。今日就同大家睇睇。開個盒之後呢，我哋睇下裏頭有咩。一個手錶，一張說明書。說明書呢度有講，好詳細嘅呢個。一條錶帶，一個充電線，一個錶殼。如果你買嘅話呢，我再送埋一條呢個米林磁吸鋼帶。我哋而家從開屏到測試呢個屏幕嘅流暢度，測試下俾你哋睇。呢個手錶呢，佢做咗一個特色嘅，就係呢做咗呢個指紋解鎖。嚟，我而家示範下俾大家睇。第一個呢，我哋去輸入密碼，拉到呢邊0000。第二個嗱，我關屏。第二個呢，大家可以攞你嘅手指提前錄好你嘅手指模。去邊度錄手指模呢？我下個視頻會同大家講嘅。將你嘅手指放到呢個感應器呢度，撳到開屏啦。咁呢，呢個邊邊呢係一個觸摸感嘅，一個觸摸式嘅。嗱，咁樣去拉佢，就唔使攞手去推啦。你攞手推都得。嗱，而家試下我哋嘅屏幕流暢度，一拉到底。因為佢呢個係用咗一個 AMOLED 嘅顯示屏。咩叫做 AMOLED 嘅顯示屏呢？就係高速、刷新率高、屏幕清晰度高、顏色又高、幀率高呢，係好明顯嘅。基本大家睇得到啦。如果你覺得流暢嘅呢，基本幀率都係60幀。如果覺得卡頓嘅呢，係30幀到15幀咁樣咯，就比較卡頓啲咯。似我手上呢個高幀率嘅呢，佢嘅好流暢嘅。你睇我輕輕一拖，佢直接可以跑到最上邊，而且佢呢個流動嘅動作向下向上呢個動作非常流暢嘅，佢唔會有卡頓嘅表現。大家應該睇得出嚟啦。好，而家放個視頻俾大家睇睇。呢個係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國際版，一個大陸版。國際版嘅呢就有 YouTube、Google、Pay 商店、WhatsApp 嗰啲，同你嘅手機一樣嘅。大陸版嘅呢就係去大陸用大陸嗰啲 Apps 咯，抖音咯、微信咯、支付寶咯嗰啲嘅。如果你嘅手機係國際版嘅呢，即係你去香港住台灣住或者新加坡馬來西亞嗰啲地方你可以買國際版嘅。國際版嘅呢係啱你哋用嘅。如果你去大陸生活嘅話呢，你可以買大陸版嘅。聲音又夠清。然後呢，我哋睇下佢呢個鏡頭。呢個鏡頭從呢度嘅拉出嚟，180度旋轉，180度旋轉，自己轉。有呢點吸入去呢，咁你呢就對住呢度，咁樣一撳就落去啦。一定鏡頭要向上嘅時候先撳落去。再講埋佢嘅錶帶，佢嘅錶帶呢就同 Ultra 嘅錶帶係一樣嘅。嗱，呢個係咩款？大家一眼就睇得出啦。呢個錶帶都係通用噶，即係你意思即係你以後呢去買其他嘅錶帶呢，直接對住 Ultra 嘅買就 OK 噶啦。49mm 咁樣扯入去嗱，大家中意咩顏色嘅就去買咩顏色嘅。佢呢個手錶目前嚟講呢，在華強北你係好難睇得到嘅。因為佢嘅價錢比較高，佢呢個係
何信成嘅系統。呢個系統咧，佢嘅穩定非常好嘅，即係咧佢 bug 啊比較少啲，所以大家去買插卡手錶嘅話咧，一定要睇過之後咧先買。所以我推俾大家呢個手錶都係唔錯嘅。呢個咧係經過我揀咗好耐先揀落嚟嘅一個手錶。對比過其他嘅插卡手錶，我去睇過好多插卡手錶嘅，太卡內存太細，16G 嘅都有啊，好多虛標嘅。但係呢個手錶佢唔做虛標嘅，佢係真真實實寫住嘅。一共有2個配置，3+32、4+64，睇你哋中意大內存就係細內存。如果大家中意呢個手錶嘅話，你可以加下華仔嘅微信，華仔嘅微信喺呢度。你哋加咗之後咧，華仔見到啦就會即刻通過。通過之後咧，呢個手錶你除華強北嘅洞口係玩唔到嘅，好難玩。華仔直接幫你哋慳咗時間，可以包郵寄到香港俾你。好啦，其他嘅功能咧，我哋下個視頻再測試下，因為佢呢個手錶太多功能啦，所以咧一定要慢慢測試，慢慢玩。不過其實插卡手錶都差唔多噶，同你嘅手機其實係差唔多嘅。你嘅手機平時係點嘅咧，佢就差唔多。不過咧，手錶始終都係手錶，你冇攞佢嘅去下載一啲遊戲啊，即係大型嘅遊戲去打。你下載啲細遊戲就冇問題，太大嘅遊戲我就唔建議你去裝，因為手錶始終都係手錶，佢唔係手機，所以咧大家平時攞嚟睇下視頻啊，聽下歌啊，傾下 WhatsApp， 打下電話咁樣就 OK 嘅啦。我哋再講一下呢個手錶，佢仲有一個做得比較好嘅地方，就係佢嘅電池。大家都知道啦，華強北嘅插卡手錶佢嘅電池係麻麻地嘅啫，即係你連續睇視頻可以睇1到2個鐘，大部分嘅華強北插卡手錶都係啊，1到2個鐘，就係我咁樣連續睇1到2個鐘，佢基本就要充電噶啦。如果你使用頻率比較低嘅話咧，你1日叉一次都 OK 嘅。但係咧呢個手錶佢嘅電池比其他嘅都大嘅，其他嘅即係好多市面上華強北嘅手錶都係500毫安到800毫安咁樣咯。但係呢個手錶佢做到1250毫安嘅電池，所以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呢個係真實嘅容量喎，佢唔係網上嗰啲咩2000毫安、3000毫安嗰啲係假嘅，做唔到咁大嘅，因為佢呢個手錶佢呢度就得咁大，你想擠個3000毫安嘅電池落去係唔可能嘅。但係呢個咧係足足1250毫安嘅，所以電池呢方面咧係比其他嘅係慳電啲嘅，即係耐用啲嘅。如果你平時唔用嘅話咧，你可以將你個流動數據啊關咗佢，就會慳電啲。因為你如果一直放咗數據嘅話咧，佢一直要接收嗰個 SIM 卡嘅信號，佢係比較耗電嘅。好，其他嘅咧下個視頻再講啦，講唔到咁多。如果大家鍾意嘅話咧，可以多多支持華仔，華仔嘅微信咧就上呢度。多謝你哋嘅支持，如果鍾意嘅話可以訂閱一下、點讚、留言一下。多謝你嘅支持啊！好啦，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祝你哋身體健康，拜拜。